Hello，大家係 Jimmy 仔啊，歡迎大家嚟到 Jimmy 馬前炮。OK，今日嚟緊聽晚啊，6月嘅10號啊，星期三啊，咁就跑埋啲夜馬賽事啊，跑9場賽事啊。咁而家就冠軍練馬師方面當然非常均勢啊，咪61場頭馬嘅放假拍，再加沈集成廖康美57場。咁就做一個嚟嘅賽事，希望佢哋都交出一個好好嘅表現啦。OK， 咁就嚟緊聽晚嚟講咧，咁就多寶方面嚟講就馬 T 有多寶啊，第一口馬 T， 咁即係第二場同埋第三場啦。咁就今次馬前炮想專攻呢兩場，咁就推介3隻馬啦，每一場推介3隻啦，咁就俾大家參考下，咁樣拖自己嘅心儀配腳咁樣啦，咁啊拖到1隻至2隻咁樣咧，咁就希望可以贏到個多寶馬 T 啊。不過其實啊，講真啦，咩第一口馬 T 有多寶，先得嗰20萬多寶，真係少到無倫。不過就照推介啦。OK，咁就由第二場開始講起先啦。咁啊，第二場啦，出馬11匹啊，因為琴日咧咁啊推介咗，琴日睇排位片嘅話都推介1號一隻高高至高嘅，咁啊廖康美馬房潘頓咁樣。咁就今日嚟講有一隻馬退出，一隻9號一隻耀昌盛世啊，咁就得翻11隻馬跑。呢一場係步速形勢方面啊，因為9號一隻耀昌盛世啊，咁啊退出咗啊。呢一隻馬其實 suppose 都係啲前置啲嘅馬跑法嘅馬嚟㗎。咁咩耀昌盛世之前贏馬啦，即係公佈咗2次贏馬咧，咁都喺跟前啊放頭咁樣贏㗎。咁呢一隻馬冇咗之後咧，今次步速可能會中等偏慢少少啊。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而家本身嚟講都唔算話太多喺前面真係馬，再少多一隻，咁得翻可能高高至高啊。咁即係講得意佳作啊，之後就仲有邊隻馬喺前面走啊？怪獸波士呢隻民間良嘅馬嚟講都係啲跟前啲嘅跑法。咁而佢步速可能即係中等偏慢啊。今次因為其實今次步速形勢主宰其實都係個多利神區，其實會唔會擺前走定係急流後跑啊？因為呢隻馬其實今次嚟講轉翻班德禮騎咧，班德禮其實一貫嚟講得後雙跑法嘅多利神區。咁就第二隻馬其實今季班德禮未騎過啊，出賽10幾次嚟講，10幾次嚟講，通常即係最近幾次都係擺喺啲居前啲嘅位置跑。咁就睇班德禮或者可能阿蘇偉賢個策騎指示係點樣啦。咁如果呢隻馬用翻班德禮以前即係留後跑嘅跑法的話，咁就真係步速真係會中等偏慢。OK， 咁我就略略地咁樣講解一下，即係揀邊幾隻馬，同埋覺得邊幾隻馬有啲機會啊！即係好似話你12號啊一隻嘅速滿貫嚟講啦，咁隻巴道嚟講得棄騎啊，咁就巴道本身嚟講騎得幾好啊，上場嚟講係佢騎，今季唯一頭馬都係巴道交出，但係呢隻馬都放棄的話，轉得無險東泥超升，呢隻馬都係減分居多，唔揀啦。即係去到多利神區係11號啊，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蘇偉賢咁樣，咁啊贏馬已經去到2季之前啊，即係5歲嘅時候。咁就分數嚟講啦，上季升到62分，但係而家慢慢分數已經減到40分啊。咁就即係報呢一個就4班咩輕磅上陣，始終呢隻馬嚟講都比較細隻啲嘅，1030幾磅到咁樣，即係4班咩輕磅好過5班咩重磅。今次我分班德禮騎都唔好話冇機會，隻馬都呢隻馬都唔差啊，能力方面都差唔多去到1分數嚟講咧，即係有啲進步嘅餘地可以話係 OK。 咁啊今次嚟講揀3隻馬的話，第一隻我想揀就1號嘅高高至高啊，廖康美馬房嘅呢一隻馬就本身嚟講啦，嚟香港上年尾啊，即係68分起步啊，即11月嚟香港，咁就跑完之後嚟講係近呢幾場走勢唔差㗎，即係隻馬其實輝煌時期咧，即係跑呢一個3班條件限制賽等等咧，即係其實贏一場的話都可能去到70零分都有機會跑呢個經典系列賽。呢隻馬係11月4號嗰時啊，即係跑先有3班天祿咧，即係贏過唔少一啲比較強啲嘅馬㗎，即係好似話啲幸運派彩啲嘢都跑過經典杯啊、打比啊大佬，咁就嗰時贏過啲赤峰尼啊等等對手鬥士波啊嗰啲咧，咁就紫荊傳令佢都贏過啊，首飾悟空等等，咁基本上級數方面絕對超班，嗰時跑第4咁樣。咁之後呢隻馬嚟講山田千樂啊、山田千絲嚟講都實力唔錯，但到後贏唔到馬啦，一路減分啦，即係本身68分一減到59分。咁就上次嚟講啦，即係話4班59分嘅時候，播一場谷草160啦。咁喺首次由沙田嘅賽道嘅轉跑呢個谷草賽道啊。今日上場嚟講啦，跑到第3嘅，輸俾大千紅心啊、美麗之遙啊、贏紅衣醒目嗰啲馬。但上次嚟講冇乜
冇乜點即係都係跟前跑啊。最尾嚟講跑到個1分39.37嘅時間嚟講唔錯啊。咁今次嚟講咧，霍雲星啊轉啊潘頓啊 OK，即係11檔啦，即係依然都係4班作賽。呢隻馬級數嚟講啦，其實講真係呢個谷草亦都啱啱上場跑過的話，其實適應谷草嘅賽道呢隻馬都呢個級數我絕對超班㗎。咁啊上場5月27號跑完之後，其實交2個星期之後啊再出。呢康美其實咧，即係馬房係講得頗多啲馬咧，即係基本上已經交啱晒嘅分數嚟講都絕對足夠嘅。咁亦都近期真係留意廖康美啲馬真係咁就。跑完之後，中間嗰跳咗2課啊嘛，1課2段，1課3段啦。隻馬走往幾靚㗎啦，即係喺呢一場嚟講，絕對要揀呢隻高高至高。咁啊，抽11檔嚟講唔算話太大影響嘅都。咁啊，強配潘頓，咁到博薩爾好明顯嘅隻馬到，暫時盤率方面都係5.4倍喎，都 OK 喎其實。呢一場嚟講，呢一隻基本上馬膽之選咯，我就覺得。首先啦，步速形勢方面都啱呢隻馬發揮嘅，級數亦都超班呢一隻馬。咁啊，上場雖然魅力資料等等嘅馬，今次嚟講就對住呢班對手，即係稱得上為對手可能大仙氣象啊，之後啲準希望啦，即係巴道騎呢一隻。咁嚟講，其他都冇乜邊幾隻真係強馬嚟嘅。咁啊，1號嘅高高至高，我只覺得買馬天的話就必拖嘅。第一選啦，高高至高1號。咁一場所有幾隻馬嚟講都比較一般少少嘅，即係好似阿巴閉仔呢隻馬啦，即係上次贏威號上季咁而家踏入6歲之後，今季嚟講已經減成22分咧。之後啲跑紅花昔日嘅味道，我覺得4班之後2場嚟講都冇咩特別強嘅走勢。咁之後嚟講即係怪獸波士呢啲都係啊，即係跑開1000、1200嘅3歲馬啦。咁啊，今次嚟講真情跑1650。睇翻血統的話，其實呢隻馬係成熟的話，可能去到4歲、5歲等等，其實跑1里的話都 OK。第一暫時嚟講3歲嘅，咁就跑咗1650，好似又掹掹緊，其實都冇咩特別強嘅機會。咁即係啱啱講嘅極速滿貫啦，啲巴道氣騎啊，同埋隻馬最近啲走勢真係比較差少少。呢幾隻馬我只覺得都唔係太睇好。咁就直接講埋第二選啦。第二選我想揀準希望啊，即係呢一個7號嘅準希望。今日抽1檔之嚟啊，大衛希斯馬房。咁啊巴道嚟講，其實呢一場有馬揀啦，啱啱都講過。咁就極速滿貫同埋呢隻準希望啦，即係2隻馬巴道都騎開。咁就巴道嚟講，最尾又揀隻準希望騎啊，咁就嗰一隻極速滿貫嚟講，冇得無險東騎咁樣。咁一準希望嚟講啦，呢一隻馬嚟講，其實上年嘅11月嗰時嚟香港㗎，咁其實已經4歲呢隻馬都，咁就出賽嚟講出過7次啊。咁啊最好嗰一次係上次巴道騎跑第4啊。咁嗰一次嚟講咧，你跑呢個谷草1650啦。咁其實呢隻馬沿途留喺啲唔係太後嘅位置啊。最尾衝翻上嚟幾有追勢嗰隻馬都，咁啊最尾又輸半個馬位啊，追風先到先得，同埋一時間步啊，咁最尾嚟講，其實追風做翻23秒49，咁啊同時嚟講幾塊末段嚟嘅，即係嗰一場嚟講都唔算話得太離啲後上馬嘅話，咁就一準希望啦，咁就復操大約1個月度啊，中間人個操練功夫對版嘅，巴道嚟講都摸到實㗎，咁就親自幫呢隻馬跳2課啊，咁啊1課啊魅力之耀，1課啊銳日咁樣拍跳咁樣，隻馬走過都幾靚。呢隻馬就1200、1400，甚至可能谷草1650嚟講啦，即係3個賽道嚟講，可能谷草1650最啱嘅隻馬腳法發揮嘅。今次嚟講可以試一試隻馬嘅，即係唔使留喺太後位置咯，上次咁樣留翻前少少咁樣，結合埋檔位之嚟抽1檔咧，我覺得一場嚟講都幾有希望嘅，準希望。OK， 咁啊第二選就揀一準希望啦，咁就7號嘅準希望。OK， 即係佢第三選嚟講，其實就有幾隻馬都幾中意啊，即係啱啱姚將啊、大千氣象啊、得意佳作啊、寶城智星同埋多利神區呢5隻嚟講，我想揀埋第三選喺呢度，咁就。所以我想揀係冷少少啊，10號嘅寶城智星。點解揀呢隻馬？因為啱啱講嗰幾隻馬，姚將啊、大千氣象、得意佳作、多利神區都比較熱少少，同埋如果睇盤率的話咧，都比較有啲追捧嘅馬。寶城智星冷少少，點解揀呢隻？並不是即係純粹話真係搏冷咁樣啦。而係呢一隻馬其實上次嚟講大敗嘅基本上，咁但係復操嚟講2個月啦，我只覺得隻馬進步頗多可以話係。同埋今次嚟講，主要騎師仲有楊明綸咧，楊明綸係比較正氣啲嘅騎師，即係華將嚟講。
講咧，基本上都唔會話真係有時爭流灘啊，或者真係唔會話好唔熟嘅隻馬嘅發揮咁樣咧。即係楊明璘都比較敬業熬業嘅騎師嚟㗎，喺華將嚟講，即係輸又唔會輸得太遠嗰一種。咁就呢隻馬其實上次嚟講大敗㗎，咁啊鍾永禮騎過一次，咁啊沿途嚟講走外搭啊，咁啊直路嗰時最尾去到直路都冇乜力啦。呢隻馬早段用多咗啊，咁之後包尾而回啊，咁之後當然就係獸醫檢查冇乜咩發揮啊，咁之後嚟講就要再試習合格先可以再出賽咁樣。咁就經過嗰一次之後，唞咗2個零月到啊。呢隻馬嚟講啦，即係阿丁仔嘅沙田啦，當然唔會從化咁樣。咁之後喺沙田嗰度咧，中間有跳咗幾課，即係越跳越好啊。同埋最令我點解搞得揀呢一隻馬，其實試咗課集嚟講，我試覺得試得幾好。咁呢一課集嚟講係沙田嘅泥地千二集啊，楊明璘試啊。呢隻馬沿途立喺後面咧，即係我睇住最尾個最上香港直路嗰時，雖然呢一場呢課集嚟講都輸嘅，咁但係佢追成我自己覺得啦，即係有翻當年贏馬，即係嗰時寶城之星，當然而家雖然40分啫，但係之前嚟講都成50幾分、59啊、60幾分嘅試過。咁上季嚟講即係4班啊，甚至3班人嗰個競爭能力嘅4班人講贏馬添咁樣，即係孭個唔係太輕嘅磅贏馬50零分咁樣。咁就翻上年嗰個影子，我就覺得咁啊6歲啊雖然，但係如果睇呢課集嚟講，我就覺得今日楊明璘親試啊幾強嗰隻馬，我就覺得咁就以4班即係咩輕磅，我覺得有權咁樣走到入嚟。同埋今次有配備轉一轉啦，即係上次大敗又除咗嗰一個頭罩啊，戴羊毛面箍啊。咁今次嚟講啊，轉翻配備啦，咁啊重戴翻個 B 仔，咁啊除翻羊毛面箍咁樣，即係用翻之前一貫騎開嘅配備咁樣。咁就谷出160絕對係首本路程啦。咁啊上季2 win 嘅隻馬都即係4班嗰時啊45分啊52分都贏過馬，咁就都係谷出160。咁啊今次繼續跑翻呢個路程，我覺得揀得過呢隻馬都硬少少喎，但係可以試一試嘅，即係你3隻揀晒熱門，有時冇乜特別大嘅趣味咁樣。咁啊簡直寶城之星啦，輕磅之利啊，咁就最後衝上一段啦。同埋一隻馬其實谷出160時間方面都幾靚嘅，最佳時間分39.15咁樣。一場嚟講最快喎，呢個時間嚟講，6歲嚟講雖然有退步，但係唔算退步得太多。咁就解隻寶城之星啦，始終丁仔嚟講，即係上季2 win 嗰時都係丁仔馬房嘅，咁就唔係第2個馬房，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啲咁樣。OK，咁就推介3隻第2場，咁就係高至高位1號嘅，咁之後2隻馬7號嘅準希望，再加10號嘅寶城之星。OK，咁啊之後講第3場啦。咁喺第3場嚟講咧，跑咗4班1200。琴日嚟講推介2隻嘅冷少少嘅馬啦，咁啊最尾出到嚟又唔係咁冷嘅喎，咁就係呢隻7號嘅號碼先登啊，同埋12號嘅鬱能正英。咁就暫時得盤咧嚟講都係10零倍到嘅，即係我本身以為都冷少少啊，即係30倍、40倍咁上下，都係10零倍喎，都有啲 fans 追捧2隻馬都 OK。而家睇盤咧都話暫時第2門都係嗰隻3號嘅牛精新星啦，因為呢隻馬其實上次雖然15倍開跑啊，但係前一日嘅時候呢隻馬都曾經何時有幾倍開跑，唔係即係幾倍啊，即係5、6倍咁上下嘅，即係曾經何時都係大熱門嚟嘅隔夜飛，咁啊最尾開跑回飛回到15倍啊。咁而家睇又係喎隻馬，即係暫時嚟講係大熱門啦，即係隔夜飛咁啊，隔夜盤內咁啊，當然唔可以作準呢啲馬。但係隻馬其實如果睇上次咧，即係牛精復星啦講緊，咁就上次嚟講追成個唔差喎隻馬，咁就最尾嚟講衝一段啦，即係錦百億風采人生啦，花好月型咧贏我之前推介過一隻馬㗎大佬，即係安定神區啊！嗰時我推介安定神區啊，大佬80幾倍條友，即係走咗入嚟搞到位置 Q 啊，做唔到咁樣咧，屌！咁就 sorry 啊，講粗口。咁就銀翅勇士咧6倍啊！呢隻馬放假帕莫雷拉，咁啊潘頓嗰個坐騎聖多多11倍啊！聖多多居然11倍都幾誇張，因為最近幾次都走勢方面都爭啲，同埋分數有啲浪地嘅始終。咁就呢一場嚟講啦，即係啱啱講就係號碼先登同埋鬱能精英我都揀啦。即係如果想聽點解揀2隻馬，就睇翻琴日嗰套片。不過而家都略地快速地講解多一次啊。咁首先講一隻號碼先登先，呢隻馬其實速賽3次啊，即係頭2次係沙田1200啊，即係最近一次係谷草1200，咁啊葉楚河馬房嘅。咁就頭2隻如果冇咩走勢啊，基本上咁即係去到上場啦，即係5月20號跑一場谷草1200嘅嗰一場係出12檔啦。OK，咁就巴到期啊嗰一次。
咁就呢隻馬其實沿途個即係策騎指示都係後面嗰一度噶啦，基本上冇咩走勢嘅呢一場咁樣。咁就外檔啦，咁就三突網空啊，去翻直路嚟講，呢隻馬即係有一種即係擋不住的氣勢衝翻上嚟啊！咁就受困啦，未能網控啊，但之後咧最尾衝翻100-200米揾嗰個位衝翻出嚟咧，好強喎走勢，23.19末段時間。咁就呢隻馬其實今次嚟講檔位方面當然好多啊，超過3檔咁樣。咁啊，如果以馬論馬，1加1等於2的話咧，今次嚟講應該有權有啲更加好嘅狀態出嚟嘅。咁啊，匆匆再報名啦，葉楚航中間嚟講巴道跳咗貨28秒3嘅，即係證明啲咩？唔需用太多喎，即係可能露咗光咧，咁就鋒芒不露咁樣，隔2個星期之後再出。暫時睇盤咧嚟講就16倍嘅號碼先登，可能再下一場先再搏都唔出奇嘅楚航。但我只覺得就今場都買少少啊，即係如果今場買少少呢隻馬 ，OK， 咁就假如地跑唔到出嚟啦，即係跑唔到出嚟都係嗰啲嘅，即係受困啊，或者真係走外搭啊，唔知3檔啊，唔知飛咗出去啊，咁就出咗去3碟咁樣。咁的話，咁下次可能要買翻多少少 ，OK， 咁下次先搏。啲葉楚航就可能有走勢的話咧，未必即係下一場再搏嘅，可能再下一場咧，即係隔一隔啊，咁個盤率方面就回少少啊，冷少少先再搏都唔出奇。咁就咁樣啦，號碼先登。咁就12號嗰隻鬱能精英啊，呢隻馬。咁就點解揀呢隻馬咧？諗一諗先，我都唔係好記得添。因為呢隻馬其實冇一極馬房啦，呢隻咁啊52分起步啊，即係上年年尾12月嘅時候啊嘛，初出咁樣。咁就本身嚟講都報開啲沙田泥地1200啊、1650啊等等嘅路途啊。咁即係呢隻馬其實沿途嚟講都係比較喺後面追嘅馬嚟嘅。咁之後上場嚟講啦，即係跑嗰場沙田1200啊，5月24號嘅時候。咁嗰一場嚟講啦，即係賽後報告嚟講，呢一隻馬其實今次嚟講轉咗跑法啦，即係本身後上咁樣，咁之後嚟講擺喺前面走咁樣，咁就嗰一場嚟講七係2檔啦，嗰啲阿蔡明少咁樣，咁就完全唔斷嗰隻馬。其實睇翻嚟講，可能跑法方面即係擺前少少，好穩留後追一段喎，即係可能略帶均速嘅馬，始終都還精英。咁就今次嚟講，七係2檔啦，好好跑啊隻馬，suppose應該係，咁就。所以揀一隻咯，咁呢隻馬嚟谷賽嚟講，之前跑過一次嚟講都唔算話太差嘅，即係個水土方面都比較適應到嘅。依個人精英嚟講啦，即係佢個氣量嚟講，其實即係佢到1200又好，谷賽165嚟講都冇咩問題嘅。即係如果4歲嘅話，咁而家暫時嚟講3歲報翻1200就比較恰當少少啊。即係我2檔咯，同埋蔡明少搶閘功夫嚟講唔錯嘅，即係騎啲比較前啲馬的話都有一手。咁就所以揀12號嘅鬱能精英。如果要排名的話，可能可以排12號嘅鬱能精英多過7號嘅號碼先登啊，始終因為號碼先登都露咗光啦上次咧，咁就最尾嚟講可能會落飛唔出奇，即係聽日鬱能精英就應該難少少啊，即係暫時推敲的話，咁就鬱能精英我覺得係做馬膽之選嚟，第一選咧鬱能精英。第一選嚟嘅，咁啊號碼先登可能做第2選咯，因為呢隻馬都一係就搏，一係就唔搏，咁你唔搏的話都點都贏唔到噶啦，基本上，咁就排喺第2選或者第3選咯。咁啊揀到一隻馬俾大家參考喎呢一場。我最後揀係冷少少啊，4號嘅良年一句，我覺得呢一隻馬其實跑草地嚟講真係唔錯，可能啲真係爭啲。沈集成馬房馬黃志雲騎喺呢一場，咁就本身嚟講呢隻馬鍾逸禮啊、金城江騎過，今次揾黃志雲第一次。沈集成覺得黃志雲搏殺係屢見不鮮嘅，基本上即係黃志雲除咗方家柏就係沈集成㗎啦。咁就之前嗰隻，因為經常我自己印象記得啦，即係黃志雲、沈集成係咪太行美景咧？即係曾經何時都試過幾十倍係嘛？係就35倍啊，跑到第2。即係啲攬滿啲咁樣咧，即係殺你個措手不及嘅，經常性發生㗎。即係沈集成揾阿黃志雲，一兩年一個有咁嘅味道，我哋覺得，因為佢個報名成個鋪排嚟講啲覺得古古怪怪，我覺得。咁本身嚟講啦，呢一隻良年一句啊，嚟香港人講跑過3次啊，即係頭2次都係草地啊，田草1200同埋谷草1200。咁啊走勢方面唔差㗎，即係嗰一次，尤其係谷草1200。咁就沿途喺後面嚟講追翻出嚟跑第4啊，即係嗰一次嚟講輸過嚟馬位1分10秒08嘅時間嚟講亦都唔差。咁之後前節跑完場谷草1200之後上場嚟講報嗰場沙田泥地1200抽12檔啦。呢隻馬要睇血統的話咧，泥地係可以
但又唔算係特別好。咁上次嚟講保成沙田泥地1,200啊，咁嗰一次嚟講就大敗而回，可以話係。咁就之後嚟講啦，咁就要多次呢、一個喺轉彎途程上面試習合格先可以再跑啊。咁即係嚟講呢一隻馬咧，咁啊試咗兩課習慣，一課係泥習，一課係草習。喺從化嚟講，呢隻馬操夠養夠嚟講都頗為成熟嘅。咁啊一課泥習嚟講，嗰課泥習其實就試得麻麻地嘅始終，咁就直路嚟講內閃啦。可能泥地問題我自己覺得，咁即係講試一課草習㗎，咁課草習嚟講完全唔同啊。所以隻馬沿途喺後面嘅基本上，但係最尾嚟講咧，個勢嚟講唔差喎，呢隻馬，即係同埋跑泥地咧差好遠喎，成個狀態嚟講。咁即係講跳咗兩課啊，咁即係講出賽啊跑呢一場谷草1,200。睇翻出賽嚟講，即係谷草1,200會比較好少少一隻馬。今次揾阿黃志華，我覺得可以試一試隻馬。咁就睇翻賽程講，上次嚟講騎泥地又抹咗佢啊，唔好睇嗰一場啦，睇翻前一場啦，即係跑嗰場谷草1,200嚟講，7月1檔咁走勢嚟講非常之強。咁就今次我黃志雲減3磅啦，咩128磅，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呢隻良言一句。其實平波完多啲啟示嘅，即係以上場嚟講咁樣需要大敗啊泥地，但1分不減咁樣咧，依然都係52分，我覺得可以試一試。咁就呢一場都冇咩特別強馬啊，基本上都大熱門牛精新星，我真係暗俾啲伏步啊。咁就都強嘅隻馬，但係你話佢個大熱門咁樣又真係好似有啲誇張。OK， 咁就呢一場嚟講，推介3隻比較冷少少啲嘅馬，咁大家當然唔好淨係買呢3隻啦，基本上點中到啊？揀翻啲自己心儀嘅一啲馬落去咯。呢3隻就冷馬，可能揀1至2隻就算嘅啫。大家如果中意的話，揀1至2隻啦，即係啱啱3隻啦，咩良言一句、豪邁先得啦、鬱能精英3隻嚟講就基本上都冇乜可能㗎，跑晒3隻入嚟的話。咁啊，大家揀1至2隻啦。OK， 咁就今次嘅馬蹄啟示啊，咁就推介第2場、第3場嘅3隻馬。大家其實如果買 Q 或者 Q 都 OK 喎，我就覺得咁就。你買3隻好難中晒，咁啊重複多一次先。第2場嚟講啦，4蚊1650啦，咁啊推介3隻馬，1號嘅高高至高啊，咁之後個7號嘅準希望，同埋10號嘅寶城至勝，咁啊1、2、3嘅選擇。咁就第3場嚟講，有推介3隻馬啦，咁就係鬱能精英啊12號啊，我即係覺得呢一場即係3隻冷馬嚟講，呢一隻比較大啲嘅機會。12號鬱能精英啊，咁之後就係7號嘅豪邁先得，同埋4號嘅良言一句，咁就今次嘅知名馬前跑推介，咁就希望大家都贏錢而回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